最近政府積極推動旅遊業發展，帶動零售同埋餐飲業嘅商機，旺區鋪位再次成為熱門搶手貨。其中亞皆老街憑藉多項優勢，成為消費力爆發核心。對正朗豪坊嘅亞皆老街33號美聯金融大廈，地下 C 鋪位、D 鋪位同閣樓現正招租。C 鋪位建築面積大約881平方尺，旁邊嘅 D 鋪位建築面積大約1088平方尺，閣樓建築面積大約係3035平方尺，可合併或者分間出租。物業另設大型廣告位，正對交通以及行人交匯處，非常吸睛，對宣傳品牌極為有利。上述鋪位均配備來去水、洗手間同埋煤氣設備，特別適合餐飲、零售或者服務行業進駐。物業圍繞住宅同埋商廈群、民生加辦公客源打底，加上鄰近朗豪坊及618上海街等打卡熱點，長期吸引大量嘅遊客同埋本地消費者，可謂業務零限制。商鋪距離港鐵旺角站僅1分鐘步程，附近亦都有多條巴士線行經，交通網絡無可匹敵，瞬間往來全港各區。美聯金融大廈嘅鋪位提供靈活嘅租賃選擇，完善嘅設備同優越嘅地理位置，絕對係你開拓事業嘅理想選擇。想盡攬消費人流嘅核心區，請隨時聯絡美聯工商鋪